是待人和蔼可亲啦，有爱心啦，照顾遐老大人。阮妈妈拢会每工拢说顺一个，逐工拢会去遐顺，对阿燕的奉献足好的，足有照顾安尼。100年历史拢是 his story， 唔是 her story。1923年，迄个散车的年代，施肯散尽家财创办爱爱寮，收留乞者、孤儿、社会艰苦人，搁协助因家己独立。安尼大爱受到迄时的日本天皇大肯定，也感动到一位日本千金清水教主，甘愿过来台湾，传承这份无私的职业。之前的堂妹介绍指导就讲，有这施肯先生对寮的足有贡献啦。有这个爱心，有这个款人吼，好啦，就过去了转来台湾。本地是千金小姐的教主，就算文化无同，言语未通，伊要是喙齿紧加咧，坚持到底。是啦，免我这个，我南京不是干嘛的，我出去过什么，还是新疆八大那个哦。我阿嬷是造子，伊是1944年迄当阵啦，施肯过身的时阵。在做一些遗留，因为1944年太平洋战争日本投降，1945年光复。迄当中啊，有人讲啊，无就你就转去好啊啦，因为是日本人。纠正内底义民啊，拜托拜托，施小柱女士不要回到日本去，一定要好好照顾我们这边燕民。最后决定留下来。爱爱燕这个院长哈，非常有爱心，对我也真照顾。我就将伫金门来到台湾呢，因为政府机关哈。甲我换去带去网咖遐住，住伫爱爱院。伊内底真济啦，有老人啦，有囡仔，有孤儿啦，拢有安尼吼。我去的时候大概是7岁多吧，然后就大哭啊，看了就怕。施院长就说到他们家去住，比他看他自己小孩子还要体贴。后来就介绍我到北投医幼院读书。放寒暑假或者过节的时候，带我回来到家里，跟他们一起吃，跟他们一起玩。小时候耳濡目染的这个环境里面，我讲我待在家都要被50几年啊，慢慢的熏陶，它这个因子还是一直在那家生根的啦。请揭幕。感动人不是一个面貌，而是他的事迹。一边要照顾家庭、小孩，一边还要照顾这么多的街友哈，这是我们对他特别觉得非常感动的地方。然后用那一根线来代表他跟街友之间的连结，去缝补他们破碎的心。其实创新的改变主要有法规跟文化的改变，少子化、高龄化，今卖照顾方式当然跟100年前一定是无同款。今卖要做老人智慧安养中心，所以进步很多。因为伊的爱心来影响别人，大家来感觉这个所在真温暖，这是咱延续下去的精神。他最主要是给我的爱心和信心。让我知道这世界还有希望，还有人会照顾。这个爱剧剧对我的影响很大，我认为他们很仁慈，我对别的人也是一样的仁慈。施教主把这份仁爱使命接续落去，用温柔却坚定的脚步，在物资欠缺的静候时期，加装装备，陪伴几啊百的院友做伙渡过难关。世世也深深受到伊的影响，继续把这无私助人的精神传承落去。上天嘛，安息呀，好好安息呀，放心啦，照顾就好啊。